大學開闊咗我視野咯，你可以去學自己感興趣嘅嘢啦，咁就唔使好似香港啲教學咁樣比較可能死板啲啊咁樣，台灣就會比較自由開放少少啦。咁而家雕咧就係初學者會學嘅一隻立體嘅天鵝仔啦。果雕方面，我有去參加呢個韓國嘅世界比賽，獲得金牌。畢竟呢樣嘢係之前完全冇接觸過嘅，咁由零到成品出嚟，再可以去參加比賽，即係得到嗰啲評審嘅認可，咁我覺得我係好有成就感啊！為咗興趣而嚟台灣讀書嘅，仲有就讀景文科技大學餐飲管理系嘅志峰同埋佢嘅同學樂堯。煮嘢食咧係我唯一嘅興趣啦。咁啊，香港就冇嗰啲所謂嘅餐飲大學啊，咁我就諗住嚟台灣就可以享受下大學嘅生活，又可以增進下我嘅廚藝。其實我覺得獨廚真係 not only 係真係獨廚嘅，包括食品安全啊，或者係點樣去管理一間餐廳，教你點樣去做一啲財務報表，其實係涉及好多成個餐飲嘅系統都有咯。樂堯同志峰嚟台灣讀書之後，都參加過唔少國際同本地嘅比賽，仲攞到好好嘅成績。好感激啊！因為其實我入嚟呢間大學嘅時候都冇預估到係有可以比賽，即係出國比賽啲機會，或者係本地比賽咁樣啦。跟住同埋其實學校都提供咗好多資源俾我哋，有好多唔同優秀嘅師傅啦，佢哋都好肯教我哋。開心喺呢度，即係唔會話好大壓力啦。跟住同埋都識到好多朋友咁樣，大學生活都好充實啦。即係大家係向住同一個目標去奮鬥咁樣。港澳永久居民如果想到台灣升讀大學，可以經由海外聯招會嘅網站申請，大約喺每年11月起開放報名。另外，亦可以透過單獨招生嘅渠道，直接向心儀大學申請入學。我身為景文嘅學生，我覺得自己好驕傲。